画面上这台参像是气科利用机械，其实是精神科治疗忧郁症的治疗仪器 RTMS。原理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将电流经由头顶特制金属线圈产生感应磁场，对大脑皮层进行刺激，就此改善忧郁症状。这套技术也是台湾目前治疗重度忧郁症的新选择。重复经颅磁刺激术，简称英文叫 RTMS 那目前来讲，在台湾是核可于中度忧郁症的治疗。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忧郁症的人还不少了那忧郁症严重的话，大概工作、学业都有问题，甚至会有伤害自己、自杀的情况。每天急诊其实蛮多这种病人那其实我们知道，忧郁症传统的治疗是药物加上心理治疗。那药物的话，有些人吃了会觉得效果没有很好，或者是有副作用，或者是甚至就是觉得反正就不太想吃药了那这样会造成这个整个治疗效果没有办法达到完全。那针对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他治疗效果不好的，或者是他不太想吃药，或吃药之后副作用没有办法忍受的话，这个 RTMS 经颅磁刺激术就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拢使用这台机械。黄龙镇博士提醒，参像是癫痫病史、酒瘾有瘾者，有安装心率调节器、电子耳钉，拢无适合采用这种治疗方式。假设你有癫痫的病史，假设你现在有一些人工的电子耳或者是心脏节律器这个就不行，因为它这个经由磁力嘛怕会影响到你这个功能那另外，假设你有其他的比较严重的身体的疾病或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话，也不太建议比如现在情绪很不稳啊，或者现在整个比如说你有比较严重的脑部疾病啊这个就是风险比较高了那另外，假设严重的药酒瘾也不太适合这样。吉比病院心灵精神科主任黄龙正表示 ，RTMS 重复性经颅磁刺激，一个疗程总共有10届，治疗过程中袂痛，副作用相对嘛较轻，是治疗忧郁症除了药物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以外另外一种新选择，但目前并无健保给付，需要自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